要把正面面对我们。 长度的，它这带链子。长度的。稍微退一点。谁特许我啊？这肯定点点的，现在点吗？ 这儿不见得了吗？不会唱啊。你现在见到。这个。衣服呀。这拉链不用。直接跳吗？冲房，冲房。往前啊！重放，重放。我先放个，我等一下。要干嘛？我要走。哦，女人就要跳嘞。开始吧。你在叫啥子歌呀？叫小姑娘。叫小姑娘，叫小姑娘。有这个的。太抓住了，那就叫小姑娘，起来噻。
喂，你没配啊？搞忘了。就撇薯片嘛。是的。往那边靠一点。慢点下高，多许。打一下，马西。哎，抢后面抢前面喽。还是来了。下拉船太笨了，台湾的。拉扯，刚拉扯，好大，两只呗。这个是拉扯，小拉扯就是巴西。它是偏后面，因为后面动作很快。嘿，很长，后面上面。这是他们等一下嘛，他说了就他们两个跳完了，跳那个啥桥我们一起吧，他跳那个打球舞，鞋子跳烂了。你们等会儿嘛，你等会儿跳嘛，反正没走。他明天走的嘛？明天回去。下拉说，不是还是怎么什么都不会跳？怎么什么都不会跳？
巴西。大枪兵。也跑仗，你那警察把枪了，别给他枪了，别给他枪了。我送了也跑仗，你那警察把枪了，别给他枪了，别给他枪了。我刚才不是撒家，你妈家跑把枪了，别给他枪了，别给他枪了。看到了东山向你，东山的身份证里，东你把头走好你，东也不会问你，东把头走好你，东是把他也得你，东也把头走上你，东是把家人得你，东上了那一人一口，说你不加一加一口。被剧透了，我们小姐姐。秀。要往前面走点，要往前面走点。对，好。怎么跑了啊？为什么跑了？
下来的话。反正是我，都我陪着。那边那个。老师嘿。大叔靠边，大叔靠边。啊，反正是，没这个意思吧？啊，认真做嘛，他是他陪。啊，认真做的嘛。直接跳一段，跳一段。说他这个中间段。挺老的歌。走到跳，这边你跳那个吧。他不在你面前长的。